實況。但係呢次決裂反而成咗佢人生嘅轉折點。2003年，佢拍攝《水月洞天》時遇見咗武打演員張晉。張晉向佢表白咗3次先成功，用真誠打動咗呢個比原生家庭傷透心嘅女人。2008年1月12號，蔡少芬同張晉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大禮堂舉行婚禮，花費僅係1.8萬港幣。港媒譏諷蔡少芬倒貼豪宅嫁窮苦武師，但係蔡少芬唔介意，佢終於揾到咗真正嘅屋企。劉鑾雄原配寶詠琴後嚟公開講，喺老公眾多女人中，我最唔恨蔡少芬，佢係個可憐嘅細路，身不由己。呢句説話道盡咗蔡少芬嗰段不堪回首嘅歲月。張柏芝負債如山，黑到老豆嘅陰影。1999年1月，19歲嘅張柏芝憑藉喜劇之王一炮而紅，但係同年9月，噩夢降臨。老豆張仁勇，花名胡鬚勇，係香港三合會聯姻社嘅坐館大佬。佢替賭徒做擔保人，欠咗千萬巨債之後失蹤，債主對啱啱成名嘅張柏芝下達咗江湖姦殺令，先姦後殺，負債女還。張柏芝召開記者會澄清，神情呆滯，雙眼浮腫，含淚講出嗰句令人心碎嘅説話：我真係好驚，嗰年佢先得19歲。關鍵時刻，向太陳嵐出手相救，佢仲用黑白兩道勢力，加上香港警方嘅嚴厲掃黑行動，最終令債主放過咗張柏芝。代價係咩？大概1000萬港幣嘅債務，以及張柏芝認向太做契媽，成為報恩方式。2000年，張柏芝突然提出同首任經紀人朱永龍解約，引起軒然大波。媒體後嚟曝光真相，老豆張仁勇為咗還債，將個女嘅合約轉賣俾中國星套演，導致張柏芝不得不違約。朱永龍起訴，索賠400萬佣金，2004年先和解。由19歲到40幾歲，張柏芝一直都喺為老豆還債。佢每個月嘅家庭開支至少70萬港幣，要供養2個家庭、3套樓、7部車。佢曾經對媒體講：我要養起2個家，真係好辛苦。2013年1月16號，老豆再次欠債200萬港幣，債主喺香港中環、灣仔等鬧市區掛起大型海報追債，海報印上張仁勇出庭嘅大頭照，大字標題寫柏之父，指控佢行騙債主200萬後失蹤。港媒報導，張柏芝打算賣咗市值800萬港幣嘅大坑龍圖苑房產替父解套。父女關係早喺1999年就已經破裂，當時老豆黑道身份曝光，張柏芝為保護星途，曾經否認認識老豆。2021年12月，佢返港陪老豆慶生，發文做你嘅女好幸福，但係業內人士認為呢只係血濃於水嘅無奈親情，而唔係真正和解。黃貫中嗰句我會手印你。2013年11月22號上午11點幾，Beyond 樂隊成員黃貫中喺新浪微博發表咗一篇超過193字節嘅長文，震驚全港。爸，請原諒我，酒色女人都唔係大問題，我可以忍受，但係你打阿媽，拎起大菜刀一刀刀咁，嗰時我哋3兄弟先得8到10歲，同你傾偈幾乎每次你都將所有錯推喺阿媽身上，將阿媽講成早死早着咩嘅，希望佢死。老豆，你知唔知我係好敬重又痛恨你嘅？如果你年事唔高，我就早咒你一頓金啦。要係你咁再令我家人難受嘅話，我會手印你。我體內有一半係你嘅基因，我叫佢哋為垃圾基因。如果你想再打我老母、我老婆，我怕自己會變自己嘅殺父仇人。呢篇微博轉發超過3萬次，引發全港熱議。事情嘅起因係黃貫中帶住細佬去美國洛杉磯演出，老豆到仔屋企度想帶孫女出街，老婆朱茵啱啱做緊飯，出於安全考慮講唔好帶佢出去啦，喺屋企度啦。老豆唔開心，動手推咗朱茵一把，大叫你霸佔我嘅孫女，朱茵被打倒喺地。
遠在海外嘅黃貫中知道之後大發雷霆，連忙放低工作返屋企，第一次同老豆嗌交，然後發出咗呢篇微博。黃貫中細個就生活喺暴力陰影下，老豆脾氣暴躁，收工之後將工作上嘅嬲氣發洩喺家人身上，打罵無度。有一次，老豆收工讓老婆打洗腳水，以水溫太高為由，對老婆拳打腳踢。阿媽閃避時，老豆由廚房抄起菜刀，追住阿媽斬。3個年幼嘅仔目睹咗呢一切。1976年，黃貫中12歲時，阿媽在意無法忍受老豆嘅暴力，毅然決定離婚。因為阿媽唔具備撫養能力，3個仔俾法庭判咗俾老豆撫養。離婚後，老豆又將氣撒喺仔身上，事業受到好大影響，演出上